同艾爾斯安妮係一對恩愛嘅夫妻。有一日，西克斯需要出台，但係艾爾斯安妮對於佢呢個決定好擔心，因為佢知道海嘅兇險，佢有一個唔好嘅預感。當佢將呢一個預感話俾西克斯知，懇求佢嘅丈夫唔好出台嘅時候，西克斯並冇理會艾爾斯安妮嘅勸告，佢話自己絕對唔會發生意外。安妮好了解佢嘅丈夫，於是佢請求西克斯，請求佢俾佢一齊同行。西克斯唔願意妻子同佢一齊受苦，所以就婉拒咗安妮。西克斯唯有安慰佢，叫佢喺海邊等自己返嚟。而艾爾斯安妮都遵守承諾，每一日都等待住佢嘅丈夫。有一晚，沿岸同埋海面都烏雲密布，捲起咗狂風巨浪。安妮睇住丈夫嘅船喺海中心被大霧包圍住，慢慢咁遠去。其實西克斯嘅船早就俾雷打沉。西克斯喺臨死之前求神將自己嘅屍體沖返岸邊，等心愛嘅妻子可以見到自己嘅最後一面。安妮睇唔到船之後，心更加唔安樂。佢即刻返屋企向希拉禱告，希望西克斯可以盡早平安返嚟。安妮唔知自己嘅丈夫已經遇難，佢每一日都盼望住佢返嚟，每一日都向天神祈求要丈夫平安。希拉十分同情佢嘅處境，於是派睡神喺夢中話俾佢聽事實嘅真相。知道真相之後嘅安妮傷心欲絕，痛不欲生。佢跑到送行嘅海岸邊，遠遠咁樣見到有具屍體飄過嚟，竟然係西克斯。於是安妮不顧一切咁樣跳入海，但係佢並冇沉入海裏面，而變成咗一隻翠鳥。宙斯見到呢一切，就同一時間將西克斯都化身成為翠鳥，從而可以俾佢哋用化身再續前緣。想唔想知道更多嘅神話故事呢？2月25、26號晚上面8點鐘，澳大文化中心大專4校戲劇聯演將會為大家呈現更多嘅神話故事。訂購熱線66337536歐先生，66585357廖小姐。心動不如行動，仲諗乜嘢啊？攞起你隔籬嘅電話，快啲打電話過嚟訂票啦！